學生呢，佢係好多人都會喺嗰個科入面食，不係好明顯喺特別處即係處科入邊，其實都已經係一個不成文嘅規定。地下層室外有個地方，啲人叫嗰度吸煙區，都有好大影響嘅，唔係好中意陣煙味，好臭啊，同埋會成日會行快啲行過。8間大學範圍都係禁煙區，不過我哋去過8大，仍然喺學校揾到煙頭，亦有大學宿生反映室友長期食電子煙而受困擾，最後選擇搬走，但就冇舉報。就唔想搞咁多即係無謂要人哋做睇唔到，即係我可以喺度住咁樣。有學生覺得煙味同二手煙滋擾，又認為會影響大學形象。大學嗰個環境同埋嗰個文化，對大眾對 Con U 嘅觀感都唔好嘅。點解大學生會明知故犯？大學又點樣應對？新報人詳細報導。